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邀请有志伟牧师跟曾祥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要用诗歌、用信息来分享。愿在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透过这些诗歌，透过生命的故事，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激励。所以，在咱开始要礼拜之前，搁一个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参与这个主日礼拜，我们的预备的心，我们的渴慕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早上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朝见神。互咱早起真正有一个较无的心，有一个火热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一项代志，邀请大家，咱为着家己的心来祈祷，求上帝来带领咱，互咱来较无意来热情来敬拜，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带领我伫今早起时，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互我来调起你，来敬拜你，来学了你。主啊，互我有一个火热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互我伫今早起时的礼拜，早起时要来和你3千分的时阵，主啊，互我真正和你真心来相处。主啊，帮助我，让我们的心真的是火热，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渴慕你的同在。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焦点，调整我们的眼光，就是单单的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遇见你。谢谢你，主，感谢你，谢谢你。第一项代志，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为了今天所有的服侍同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不论在敬拜中心的服侍，不论是在礼拜堂，或者是在这个礼拜这个外面在负责招待交通指挥的同工、圣歌队的服侍，所有的服侍，我们都一起为这些服侍同工来祷告，求神来带领，让这些服侍的同工有重生而来属天的能力、属天的力量，在服侍的时候可以来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开口为早上所有的服侍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每一个人来到人面前，你使用他们，让他们可以成为你的同工。神啊，求你使用今早在礼拜当中所有的服侍，不论在里面在外面，在各样的服侍当中，神啊，求你大大的来赐福他们。主啊，求你来使用他们，神啊，你的同在就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所做的每一个服侍都要来荣耀神你的名。神啊，他们所做的每一个服侍都要让人看见上帝的同在在那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特别为了在今天当中，我们要来到我们要为我们来分享信息诗歌的曾祥牧师还有有志伟牧师来祷告，求神使用他们2位牧师的生命，使用他们的口，使用他们的恩赐，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更认识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更多的来亲近你。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早上的2位牧师信息的分享，为了早上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神来高摩他们，求神来带领他们。一起开口，为了早上的2个讲员，我们来祷告。神啊，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有牧师、真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神啊，求你使用他们，求你来高摩他们。神啊，求你来又透过他们的生命，透过他们的口，透过他们所对你而来的领受，让他们说出来的时候，让他们唱出来的时候，神啊，就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祝福，成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提醒，成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鼓励。神啊，求你使用今天早上2位讲员的生命，使用他们所做的，主啊，让我们再次看见神你美好的作为。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咱嘛要继续为着咱的教会的50喜年来祈祷。咱在今摆已经是7月份啊，再过1个月8月份，8月份在1个月8月9号，我们就要正式进到教会的50周年。那进到50周年，我们知道有感恩礼拜，我们知道还有一场的培灵会，也有感恩的餐会。我们求神带领，让我们在剩下这1个月当中，让我们在真的要进到50周年的里面，让我们继续跟随神的脚步，跟随神的心意。也在这50周年，所有的庆典的事工筹备、天气，所有的同工的筹划，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上帝的带领。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教会50周年的一切的事工、所有的筹备，我们一起开口来献上祷告。神啊，感谢你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准备要进入到50周年。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前面开道路。神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到50禧年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个年份。但是我们也更加的确信，这个50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我们要继续看见上帝的美好的作为。神啊，求你带领在这个50禧年
最后一个，我们要特别为了在教会当中，不论记载在周报里面，或者是你所认识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如果你知道他有任何的需要，不论在身体上的需要，在心灵上的需要，或在任何的困难，如果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为他们祷告。无论在周报上面记载的，或你认识的家人朋友，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再为他们祷告。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神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啊，我们要为了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无论是在周报当中，在这个代祷当中，在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在我们认识的家人当中，神啊，我们将每一个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将每一个人的困难带到你的面前。神啊，因为你带领每一个需要的人，主啊，因为你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牧者。神啊，虽然会经历，有时会经过失意的路，有时会经历那个失望、绝望的时刻，但是我相信你仍然带领每一个人会到那个青草地，到那个可安歇的地方。神啊，求你亲自扶助每一个需要的人，亲自扶助每一个困难的人，去扶助每一个失望的人。神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经历你跟神。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特别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更带着一个欢欣快乐的心，要来敬拜你，因为这是你的日子，这是属于你的生日。神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全心的来敬拜你。求你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来朝见你的时候，使我们相信你也要亲近我们，你也要来与我们生命真实的相遇。神，愿你在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求你亲自来感动我们。在今早的聚会当中，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荣耀就彰显在今早的聚会当中。神，我们欢迎你来，神，我们欢迎你来，来到我们的聚会，来到我们的教会，也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将今天早上的聚会全然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神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你们准备好一起来敬拜神了吗？阿们。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向我们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让我们再次将我们的心注目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的祭。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献上赞美祭，一起拍手。绚丽和奇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来赞美主的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绚丽和奇美。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院。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的
是广大，天命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现在子民们，你们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来呼喊了吗？让我听见你们热情敬拜的声音。Are you ready? 准备喽！现在子民一起来 ，Go！ 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歌声都引主耶稣，歌声都引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歌声都引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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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都引主耶稣。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献上赞美祭，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地。是的，神，你的羔羊要永留在这里，你要在这里行你要做的事，让我们满心欢喜的领受，让我们渴望看见神你的荣耀要彰显在这里。哈利路亚！是的，耶稣，是的，主啊，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柔美，在你的殿里求问。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眼目就单单的在你的身上。我们不再看我们的环境，不再看我们的软弱，不再看我们身边一切的困难。主啊，我们单单来寻求你，因为你是那位得胜再得胜的君王，因为你是那位胜过一切的君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有永远的应许。我们依靠你。是的，耶稣。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
临到这地。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地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力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是的，主，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再一起来唱。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力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敞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力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宣告每个时代，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再次宣告每个时代，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是的，神，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世代不分彼此，我们都要合一的来敬拜你。
我们更要祷告，我们不分世代，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要更深的来爱你，更深的来经历你。神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更深，让我们爱你更深。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扬声呼喊，耶稣我爱你，高举双手，让我奔向你，我的耶稣，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我真渴慕遇见你。扬声欢呼，耶稣我爱你。扬声呼喊，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扬起我们的声音，高举双手，让我奔向你，我的耶稣，为我生命爱我的救主，我真渴慕遇见你。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再一次对我们的主来说，我们要更深的来敬拜，我们要深深的献上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爱。是的，耶稣，我们只愿我们用我们的生命一生，就是要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让我们更多渴慕你的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
的，亲爱的主，在这个夏日的清晨，